馬來西亞嘅觀眾，記住聽日買飛入場睇《尋秦記》。巴斯边受邀飞往香港参与电影《寻秦记》首映礼，期间主演郭羡妮、譚麗明和苗僑偉接受了馬來西亞媒體聯訪。我好激動啊，因為見到6年前同而家大家個樣冇變過咯，仲係後生咗咯，後生過6年前嘅。其實我哋而家好似係啊，好似係咯。其實我就真係好多動作㗎，但我記得三哥係咪都用唱嘅？但係動作對我嚟講咧係冇難度嘅，因為但係對我係難度啦。係啦，因為佢哋一出動作咧，我一粒子彈就搞掂佢哋。冇錯，佢哋唔知嗰支槍係叫乜嘢家伙，咁所以呢個係戲入邊係好得意嘅，即係好特別嘅一個地方。因為我《尋秦記》係我第一部劇啦，咁嗰時咧係其實好驚㗎，我成日匿埋一邊咁同佢哋傾偈嘅，因為我唔知點樣傾點樣，好怕醜嘅。係啊，好怕醜嗰時係啊，所以其實反而拍嗰時唔係好熟嘅。我後尾咧拍電影嗰時咧，因為已經過咗成20年啦，因為我哋自己都大個咗啦，大家都大個咗啦，跟住見翻面之後，好似覺得識咗好耐啊，好似老朋友咁。而家就即係大家一見面就好開心。之前嗰時仲酷，25年之後咧就變咗古天樂，變咗酷。如果真係有時光機，我都覺得係翻去秦朝，因為秦朝嗰個年代係中國歷史裏邊最輝煌，係一個好特別嘅朝代。俾我咧，我會翻去再出世多一次。大家咁話，你出世多一次，可能仲重啲喎。帶住以前嘅記憶同智慧啊，我哋冇晒啦，第即世係已經好叻咁啦，知道晒啲道理啊，做係知道晒啲股票啊，係啊，知道要買咩啦咁樣。咁多咗啊呢兩個。